也是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到杭城读书去的。啊，这位仁兄请了，小弟这下有礼了。小弟只想按礼，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小弟姓作名应台，乃是上虞作家张正氏。做仁兄，官问兄弟是归居梁山北。梁仁兄，去过。仁兄，官是到杭城读书，真是。请问你我也去奉祀去哟。好极好极，请坐，请坐。去的，我们是到杭州读书去的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到杭州读书的啊！那瞧见了小姐啊！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的他这人我在想，小姐要是能移动出来读书，那最好了。哎，是啊，官问仁兄，莫非仁兄与所为之？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才清台，妙龙随风采人水，琴棋书画皆会。我此番杭州去名士，姐妹异性相同来。我以为女儿过去尽疏通，女儿读书也应该，只怪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来下小姐妹。妙在高人，妙在高人啊！称兄红人里曾经，自同他成我心，男女同是父母生，女儿好宿命里给三兄夸奖，奇怪，奇怪！我以为天下论子一模样，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，想这般两朋友世界上，我有意许他结为兄弟辈。做人兄，小弟有言，这是难以启齿。仁兄有千教，你但谁不放？江山北坡兄女夫弟，也不美一夫妻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都与陈兄心欢喜。
却碎了啊！遇到长者为兄，有者为弟，是你我对天一拜。哎呀，这旅途之中必得相助，这便说是好啊！是。哦，不妨插头为下。哎，是此甚好。眼里才上，谁与兄一拜？兄弟也与一杯。四舅，快来见公子相公。明星，快来见过梁相公啊！见梁相公啊娘。贤弟，看天色不早，你我不如登城去吧。明星，快跳请走。贤弟，请。梁兄请。贤弟请梁兄请啊！你在看什么？夜里呀，你我同唱3年整，今日活见你儿快恨，只有女子对儿乖。夜里呀，你插着耳朵为何应？你做饭长不专心，为什么要看来看去看不停？
在我在耳畔，提起此事真小事啊！我这家长年年与庙会，常常叫我去办官印。你下次再要喝米菜，我才要贤弟不必挪去身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哈，贤弟，你看与兄这篇文章做的是。梁相公，先生唤你。哦，亏得我文章已经写好，言语稍待，与兄去修来。小姐，员外与书信来了。哦。是不是又要请我们回去？是啊，那我们要不要回去？要回去。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。明天。离家到守于山上在，老夫是风风家作才我归啊。我与他同唱山水比心肠，心肠是山，身是海，老夫病中盼儿归，我难杀之心两三杯。小姐，多数山在上相关，小姐的心事我明白。梁相公家世虽平安，但他遇得一财，倒不是一老根线顶把身。你拜托师母做大媒。师母，我去叫师母去。叫我是土妹，相公，师母来了。师母应该，听尹先生，你家的书信来催你归去了。是啊，实在家父来信，是玉萍要催我归去。府兵离该回去，几时动身？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登城。此甚好，你要一路小心了。谢师母。尹妃啊，你要好好伺候。师母。
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应该有话诉下来讲，来。相公，我自营上去了。师母，有话你就讲吧。师母啊，老
两兄，书房门前一枝梅，世上鸟儿飞荡飞，喜恰满枝喳喳叫，想你两兄报喜来。弟兄二人插门来，门前喜鹊成双对，送来喜鹊报喜讯，恭喜爷女路平安把家顾美。两兄亲，拆了城，补了关，但只见山上的樵夫把茶看。起早落夜多辛苦，当茶铺日夜艰难。两兄啊，他为何人把茶担？你为阿姑送下山，他为妻儿把茶担，我为你夜里送下山。哭了一声，夜一声，前面到了凤凰山，凤凰山上百花开，缺少茶芽空儿担。两兄你茶是还没带，与我一同把家归。我家玉子好没带，两兄你要这也不难。你家牡丹山说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真来盼。青青荷叶清水塘，鸳鸯成对玉成双。两兄啊，银台啥是女红妆，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银台不是玉红妆。前面到了一条挑来一袋大帮我，哎，相公我。用的菜在前面走，吃的后面叫姑姑啊，喏，姑姑，不叫我来看看，哪有此我叫用我？你不见此我他对你比比笑，他叫你两兄真像爱对我啊！哎，既然我是爱对我，从今以
要盈盈啊，喏，哎，愚兄明明是男子汉，你为何将我比喻成？快走吧，离了京有一趟，前面到了观音堂。两兄不知道堂前也悲呀。好啊，观音堂，观音堂，说是观音出长房。观音他是没来做啊，我与你两兄来拜堂啊。哎，夜里有十月荒唐，两个男子正拜堂。快走吧，离了不了我前走。但见过来一对女，莫同骑在牛背上，唱起山歌家有人。只可惜对女弹琴女不懂，可叹你两兄本是女。哎，非是愚兄通了过，谁叫你比来比去比上我？亲两兄你莫同喝，小弟陪才来认错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两兄都让你两兄心里生，等30岁送银，上言道送君千里，终须比亲两兄谁知来不转为财。去年的吵架几百姓，你生娘与兄再送你到长亭。两兄四句，快走吧。18里相送到长亭，18里相送到长亭。两兄。两兄，两兄。啊，你红颜两分开，
与妾房配。你早知与兄未婚配，今日下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请听听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。夜里听我来做媒，探妹子千金是哪一位？谁是我家小曲妹？不知你两兄可惜？九妹今年有几岁？她是与我同年，啊，乃是上胞胎。九妹与你可相像？她品貌最像我英台。
还是女精彩。天理为将我唱官位，师母你风言风语好奇怪。他林也曾相托，同替他做大媒。新闻就是有衰财，但不知夜里要去谁？三杯呀，应得原子女子般。应该是个女的，是啊，应该是个女的。对呀，哦，应该是个女的。曹兄，上帝，什么的想说？是嘞，绝对就是应该，应该就是绝对。是啊，应该他自己做媒，自己配。今日看呀，你早去就行，你领着明明先生向上放映台去吧。谢师母，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去吧。十九，假十九，开我听章真。曾营长下山放映台去。啊，师傅，下山放映台放，师傅。相顾与童儿都匆忙，两三本心慌意乱，自强遭到做家长，那四句谁知忙，谁忙着乱成营长，到底配端正，哎呀又算谁不苦忙，速等不及三女用机场，李素榜下山岗，匆匆前做家长
张张比不才不退，应该是对女儿谈情，这女儿就是我俩兄长。女啊，天气是长定菜。在当年他请客许久美啊，想不到九妹就是做英台。英台，你这个妹呀，做得对。去吃牛生来菜，欢欢喜喜唱起来啊！因为叫我花轿早去抬，那一抬叫我两兄早相会呀！四舅，哎，叫四舅急忙赶路程。定了啊！小姐，梁相公谁要来了？你真是的，我从来不知，所以只花前两个生日，只花生在喜事嘞。喜事，喜事！英台，你的喜事来了。现在在我家来，为父将女儿亲自配，事情盼得成龙须，我做家门的多光彩。弟弟呀，你将女儿从身配，妻子两人称心为。弟弟呀，不知你将儿配与谁？他就是有才
有事，太守子马分财。弟弟，女儿不配。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。女儿不嫁。为何不嫁？二娘是后弟弟终老一生。应得呀，为何与和尚杀得你离开西县？真乃女大当家哦。弟弟，女儿年纪尚小，年纪尚小。为何岂能负了二弟前程呐？女儿不愿。现在你你在杭州读书之心，莫非言心？员外，你为小姐杭州读书3载，做了些什么？年轻，你谈师傅方姐，小姐在杭州读书3载，遇见那贵妓2、3不相公，年纪近来隐隐不离，38里送别上殿，小姐我。小姐我请客喜聚美。应该怪不得我好言相劝，劝不信。强扭来才华有了儿女情，配莫因缘你不愿，你辜负我老母一片心。自从关过分田地，哪有闺女是定亲？马家是有美有品有福命，梁山伯他与我做家难连理。其实一定不必多言。小姐，应得，应得。启禀原委，贵姬2、3伯求见。贵姬2、3伯，慢，命他进见。
而来，是老兄一人愿意，请说谢说。做人吧，小子冒昧登门，万望陈不大人见谅。哪里？梁先生像是路过寒山，乃是他的曹夫与陈不大人请安。不管，上边也往往因来也。杨相公，请用茶。叶先弟弟，相公，梁先生远道而来，请到书房稍坐片刻，当为应对出见。是，来，陪梁相公书房稍坐，不得怠慢。梁相公，请。去请小姐下马，命他姓名见我。应该一人马家聘，是马家媳妇。马家的神，谁知山本有的门，良心不懂。要绿胡根，两兄在哪里？两兄在哪里？两兄在哪里？应台弟，梁山本放你来了。两兄在哪里？应台呀，我看你还是不见得好。我与两兄年纪轻寒冬，苍山在，远道而来，岂可不见？你是马家的神了女儿必曾意允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与父母做主。弟弟，你的女儿上定亲许，无媒无凭，做事不对。与师母为媒，鸟酸菜为凭，与李富亏呀。应台，你马家乃是左营世家，发有何门第？两家虽算平安，也是亲不人家。应台，你放肆！我念与你不该不听父命，皇帝的是女儿，神说不听，子素文英大礼，你岂能忍心？婚姻是比儿心，关儿的终身的你少不加马家有所门第，要女儿加马家，怎难聪明？
你大胆！三从四德内孤行婚姻是铁经地政府，专门没有所成，话兵立法不用，你真主神！为父平时凡事一从理，譬如这一朝难以遇，应得啊，终身他是第儿媳，一将儿须马家，咱难变更。女三本与击败之意，就用力已经。不过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去送女。与亲两相共，不要累害我命，与生离俗，兄弟与亲两相共，两眼神，兄弟，快来见过两眼神。颜色愿他大欢喜，是老朽不能来奉陪，曾把与事情独自为先生谢冤枉，他与我先生与呀为，压定了车子难更改，我只好责备你两眼神。你从昂生到完山，你不言太满岁数一回。应该你三辈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倘与不敌太慢，为父为了要争家。
带司机到里面歇息一会。相公不可放肆。是，司机哥哥，随我来。两兄月。你在杭州读书的事情，乃是弟兄相称。如今你已这般当办，我还是从你眼里还是在杭城读书的时节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与我里该弟兄相称，是亲嘛，不妨改称兄妹。玉妹，两兄，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请到小妹速来相助。如此甚好，两兄请。姐妹请。哦，还是姐妹请。
梁兄，你我商定分手别来可好？好，好啊！也没家具相比安生，托梁兄之福也还好。梁兄此来是路过还是得到？与兄妹他的一道子，一来与神不大声请安，二来是呀，帮帮你家舅妹姐妹，哎，是啊，那一日新郎高堂送你归，李三家有小舅妹，长命长命做的媒，与兄子他的对门求亲来。梁兄啊，你到姐妹是哪一个？谁是小妹做引陪？与兄自好，却是甜美两三杯与众饮杯，先是姻缘配东配，见他欢笑无心碎，他怎知弟弟已做终身配？就的从因欢喜，因我脸上走上眉。梁兄啊，我有一件伤心事，休想明说。啊，看那哎嘿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无法。梁兄，何事？自从小妹别你归来，哎弟弟做主，哎，已将小妹的终众生啊！许配马家了，马太岁的儿子马文才。梁兄，梁兄，梁兄，你
是因台两儿才开难开，可期待啊，才把理相送上天路，我是一片真心吐才来，可期待地作鸳鸯城上北，可期待女郎才女把家教会，可期待啊，今从上上来早应，可期待观音堂前把堂背，我也曾来下品味牛酸菜，我是白头师母做他妹，养了相同知情蹊跷才，我也曾临别亲开须句我只盼与情深终能成全，所想不到妹妹姻缘了开。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对，弟弟寻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。弟弟收了马家聘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呀。弟弟因过马家走，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收到。难配。
兄就不远离，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奔得欢喜。
两兄啊，你实在伤心话，我常有我心有塞，你是好好来帮我，反而你得病归。两兄啊，你千万要保重。你何时来啊？为家贫好来宽裕。只怕哟，多年要上报恩黑，堂上我有长空。秀才那富桥镇上离分担，离分担啊，离分担。两兄弟红孩儿子开两块，那红的开场我做银台，黑的开场你了三倍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我在此死也要与你同分开。愚兄告死。两兄，娘小妹来送你一程。两兄。
他累不累啊？他不累吗？哦，母亲，你可曾对他言讲？三辈必无他惧，只求见他一面，生死无憾。三辈，为娘一生死死死来，怎能应待他？哦，他叫为娘带来一封书信，他说你看了，虽为明白了。
往前路。二爹娘身体虚子恳求母亲是儿女儿死，要不叫尊上立分下辈，立分辈，立分辈，红黑二四口两块。红的刻上做银台，黑的刻上两三倍，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，儿死儿要与他同坟。继承兵良人，马家蔡家门前地，知亲归亲俱来到，奔走园里亲上门，40般光景你不上家，岂不要教为我好事不成不是成？
生回忆，但方圆百里传小兵。引来啊，鸟戏羽毛，晨曦连理教为伍，与我连绵，使我下上真身主神。这样心思灭我，真是气上八方老不了。好，弟弟，你要女儿上轿，要一儿一走。你生，弟弟的儿上轿迎，儿有一事来去肯，孩儿要交钱两盏白纱灯，小儿算钱知宁听，上花轿前往浮桥镇，应该要把一束去寄两兄朋啊。今日马家来迎亲，你怎能去寄300文？倘咱弟弟不答应，要儿上轿办不能。
昔日吴教真，请小姐赐教。来迎娶才知晓，别当年我在团恰巧，才知我他红花轿到你家，才知晓